Hello， 大家好，我係華弟張全華。而家我就喺呢個 Indiana 嘅 Speedway 度啦。咁啊，呢條 Speedway 咧係一個賽車嘅跑道喎。大家都可能覺得就係話我講講係 NBA 點解嚟呢條賽車嘅跑道咧？其實英文嘅字面上咧 ，Pacers 咧就係同賽車係有關係嘅。大家以往睇印第安納溜馬嘅比賽啦，可能會見到以前吉祥物係狗仔啦。跟住去到一隻貓就叫 Boomer 喎，咁但係覺得啊點解唔係 Pacers 咧？咁其實你諗翻起丹佛金塊，你都好難攞座山出嚟。咁譬如好似印第安納都好難攞個賽車道出嚟做一個吉祥物噶嘛。呢個賽車嘅賽道咧喺1909年咧已經係開始建成啦。咁啊1911年咧已經係進行咗第一次嘅 Indy 500嘅比賽咧。如果大家上網咧可以睇到咧好多精彩嘅賽事嘅。呢個嘅比賽嘅場地啊，好多時候都可以坐到咧35萬人嘅，咁啊呢個嘅數字咧都係相當之誇張。所以 Indiana 人哋話喂係咪 Indiana Jones 啊？講笑咁講啫係嘛？係咪 Indiana Pacers 啊？唔係，如果最出名嘅話咧，一定咧就係呢個賽車嘅呢項運動啦。講咗咁耐都冇解釋乜嘢叫做 Indy 500， 500代表示咧500 miles 500英里，車手要揸200個圈咧去完成賽事，係一個相當之出名嘅拉力賽，亦都考驗咧就係車廠啊佢哋嗰種咧就係科技能唔能夠應付到長距離嗰種挑戰。咁大家可能問到點解場地叫 Brickyard 有啲磚頭啊？因為一開始1909年建成嘅時候咧，用咗320萬個磚頭啦去起好呢個場地。咁啊，當時瀝青地咧都係未咁普遍嘅。咁啊，另外啦，喺1936年都幾搞笑啊！有位車手叫 Louis Mayer 啦，3次 Indy 500嘅冠軍。當時咧佢比賽完好熱，咁啊決定咧就係飲奶去解暑啦。咁啊之後咧呢個飲奶嘅文化咧都係代表示咧就係贏咗個車手咧上到咧就係去頒獎台之前咧都會咧就係飲奶去慶祝。咁啊飲嘅咧就係全脂奶啊，咁啊佢哋就唔會咧係好似平時嘅車手咁噴香檳嘅。咁啊最後啦，大家都可能問到咧就係究竟有冇亞洲車手參加呢個比賽啊？喺2017年咧就有位日本嘅車手叫 Takuma Sato 咧就係贏咗個比賽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多嘅日本嘅傳媒啦去嚟到咧就係採訪 Indy 500嘅賽事啊。咁啊最後都好希望咧就係大家繼續支持粵語評述，繼續支持 Now TV 嘅 NBA 直播。多謝晒。